可靠。一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离我们车子前面近的那种车子后面的那个尾灯，双闪都打着双闪的，看到模糊的闪闪的，突然就什么都看不见，真的是一点点都看不见。我们害怕那个车子在路中间呢，害怕危险，然后就闭着眼睛把车子移到那个应急车道。我的个天哪，太夸张了，真的吓人了。哇塞！大鑊啦！今次真係豬籠入水啊！